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人民日报一篇报道，人民日报的评论，还有很多其他媒体的评论是关于一个超市的。这个超市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五一期间非常火又是霸占了这个热搜首先是昨天5月6号，人民日报它报道了一个或者叫转发吧，叫独家现场。这是人民日报记者张文豪，他转发了，他带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大家自己去看去。他是报道什么内容呢？说胖东来玉石抽检结果公布。我这个提他名字应该是合法的吧？念报纸不会告我吧？这个人民日报这么说的，我只是念这个人民日报的报道这胖东来玉石抽检结果公布，说许昌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胖东来玉石开展日常检查，结果公布，胖东来和田玉平均毛利率未超 20%， 然后是目前在售和田玉商品均按规定明码标价。第三个，他说被随机抽查的在售13件和田玉商品进货手续齐全，进货台账完备，鉴定机构具有合法资质，鉴定证书有效。这个是最近网上有人质疑，对吧？这个胖东来卖的这个和田玉对吧有问题。那么这个许昌市市场监管部门五一期间主动上门去检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我不做评论关于玉石这个，你喜欢你就买。我很久以前就说过，这些东西就反正超过邮费的，超过快递费的都是智商税。那我说这个不会被告吧？这个算污蔑吗？我现在搞不清楚你说什么也可能被告。我说这个玉石超过邮费那都是智商税，不会为自己带来官司吧？这个超市他不告我，说不定还卖玉石的告我。这个到时候再说吧。你说什么话他也可能要告你这是这个人民日报下场。大家也知道，在中国那人民日报一下场，那就它是一个这个风向标，对吧？是一些标志性的。但是人民日报它只是转发了这个，它并没有说这个对错，对吧？它没有什么评论就是这个报道里面。不过后面应该是在6-7个小时以后人民日报评论他写了一个评论我又是读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他这个在微博上的官网账号名称叫人民日报评论，人民日报筋斗云。这个评论的作者是谁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标题叫莫让胖东来们陷入棒杀捧杀泥潭。这个标题叫得好对吧？这个不要让这个超市陷入杀。棒杀什么意思我觉得大家都懂。还有捧杀，对吧？既不要棒杀也不要捧杀。至少在这个事情上，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这个态度是相当客观中立不偏不倚。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短视频平台上有网红质疑胖东来玉石的产品质量与暴利谋取，而后河南许昌市场监管部门对胖东来开展日常检查，得出平均毛利率不超过 20%， 鉴定证书有效等结论。不少网友感慨，胖东来没有辜负信任，权威调查终还企业清白。也就是这个人民日报评论他并没有说这个许昌官方的这个调查就是对的他没有为他背书我不知道大家把这个原文找出来看一看，能不能看得明白他的意思。然后他是借网友的口说网友说的说胖东来没有辜负信任，权威调查终还企业清白。也就是人民日报作为喉舌，他不轻易为一个企业他去背书他也不会为一个地方政府一个部门去背书说你的检查就是对的好，这个大家仔细阅读它只是还一个报道，还是一个客观评论。那我们也是在评论呢。这个人民日报评论说企业接受舆论监督天经地义。你看看，这就是人民日报的态度。作为一个企业，你应该接受舆论监督，天经地义的，对吧？人家监督你，你马上上来就要告人家，威胁人家，这个难道是人民日报提倡的吗？对吧？人民日报说一段时间来有理挑刺，有据质疑，揭开了一些网红企业头部主播偷逃税款、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大家拍手称快。人民日报是肯定了这种做法的。但是后面人民日报也说他说但有些网红监督批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博眼球，蹭流量的碰瓷，无根据的乱喷烂黑，横行网络，不仅给合法经营的企业造成巨大困扰，也会浪费行政等公共资源去澄清。试想有关部门因流言而反复调查，疲于应付，是否还有资源和精力投入正常工作？受影响的岂非我们大家？互联网经济流量
必不可少，但应取之有道。人民日报这句话啊，在我看来，它是说给那些质疑超市获取流量去卖货，说给这些人听的，同时啊，也是说给超市听的。互联网经济流量必不可少，但应取之有道，响鼓不容中敲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网红超市他更应该仔细的看这句话，对吧？这就是喉舌的态度。作为一个超市，天天搞流量，也应该取之有道。也就是互联网经济流量必不可少，但是你还得取之有道啊。更这个有意思的在下面啊，这个人民日报评论说啊，网红企业、明星企业往往是秀于林的那棵树，棒杀无异于毁坏秀林土壤。他这里面提到了网红企业，同时他后面还有个顿号啊，明星企业，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人民日报他认为这个超市就是一个网红企业？哎，如果说我这么解读啊，好像不一定准确，哎，说不定说这个超市是叫明星企业。那这个涉及到啊，人民日报对这个超市的叫判断，我也不能说定性啊，这个很重要啊。我翻了一下啊，结果有一个媒体叫新闻晨报，这个新闻晨报他转发人民日报评论呢，他把标题就是那个字条啊，他给换了，稍微改了一下，他就进一步引申了啊，他进一步确定了，他的标题叫莫让网红企业陷入棒杀捧杀泥潭。哎，他这么一改之后，也就是新闻晨报在转人民日报评论的时候，他就进一步啊，他就明确了这个潘东来超市就是网红企业啊。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咱们质疑潘东来，那不就是跟人民日报跟新闻晨报是观点一致吗？我们说它就是个网红企业，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一直说潘东来它就是个网红企业，而且我还说了网红企业不丢人呢。这个人民日报评论啊，是说啊，他说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做得好而走红，就必然经历网络中山的闷棍，显然不公平不合理，更是一种不必要的消耗。这个我觉得啊，人民日报这个说的还是比较偏颇啊。一家企业因为做得好而走红，这种企业非常多，但是不是说做得好而走红的企业必然会受到中伤啊，受到非议。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你是通过流量，你是通过热搜，你是通过制造眼球走红，当然这个里面啊包括你也做得好，但是你的这个你主要是靠流量，对吧？走红的，那必然会遭到别人的议论，别人有权利质疑你。人民日报评论说啊，他说这个为这些企业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帮助他们心无旁骛发展，是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其中之一。实际上这个啊，我认为这就叫流量反噬。你靠流量发展，那必然会遭到流量的反噬，这个是客观规律啊。你天天在那儿让人家看见你还能要求人家跟你思想完全一致，就得认可你，就得给你鼓掌，就得跟你叫好膜拜，这是不现实，对吧？你每天都抛头露面，都出风头，都在那儿吸睛，有那么大的流量，那总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你没有办法要求一个人，哎，流量这么多人都要从一个角度去看你，都要按你那个口径去理解。角度多了，维度多了，自然就有批评。你又不是神，对吧？但是你非要说自己是神，实际上这就是流量反噬。你流量大了，总有人会去质疑。不过人民日报啊评论他又说啊，但另一方面，捧杀也同样值得警惕。企业再优秀，也不必在舆论场中捧得神乎其神，更不必和各类粉丝心态、极端情绪挂起钩来，好像他们容不得任何批评，这样反而可能害了这些优秀企业。这个五一假期到现在，这个网上啊，你打开那个社交媒体那个短视频，还有这个微博上面，那全是各种力挺啊，实际上这就是在捧杀，这个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这个啊，就是让某些人呢已经上了神坛了。哎，他退网也能上热搜，然后他说我恢复了，我不退网了，我邀请你来参观，又上热搜，然后我再一次退网，我又上热搜。也就是说，他这个魔法棒啊，对吧？下面永远有一群人在那跳舞围着他，他有魔力，也就是说他已经具备了成神丰盛的这个基础了，因为有那么一大批人无脑的在支持他。哎，他退网是不是迎来一片这个流量？然后说我不退了，又来一波流量，又上热搜，然后现在又上热搜，这个现象难道正常吗？从人民日报说网红企业、明星企业，到新闻晨报说网红企业，在说谁呢？响鼓不容中敲，听鼓要听音。显然啊，网红企业老板他是听出了其中的奥妙。所以啊，今天啊，热搜上面又有一条叫于东来说该好好反思静一下。我觉得是应该静一下了，你就这么天天上热搜，受得了吗？哪个企业天天上热搜啊？这个潘东来啊，作为一个零售企业，在这个零售行业里面，我不清楚他排多少名啊，全国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啊，就是全国肯定排不进前10名呢。
这么一个企业，那至今还没能走出河南，对吧？连省会城市郑州啊，都还没有布点，或者说这曾经布过，退出了，这就是郑州都还没拿下的一个企业，就是为什么会天天上热搜？你就不能消停一下吗？人民日报、新闻晨报都已经说了，你叫网红企业。什么叫网红企业，对吧？现在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人民日报下场啊，说是力挺庞东来，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啊，我没看出这个人民日报力挺庞东来，反而是在告诫，对吧？作为一个网红企业，要容得下批评，对吧？要保持自信、客观心态。实际上，这个五一假期啊，这个社交媒体上可以叫万马齐喑呐，基本上看不到敢站出来质疑庞东来的，所以说已经到了顶峰、鼎盛时期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还能看到有哪个 UP 主敢质疑庞东来吗？没有了，全部是无脑支持，也就是人民日报说的捧杀。我一个啊，在抖音上面只有4万多粉丝的，那4万多粉丝都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非常小的 UP 主，我做过几期关于这个超市的节目，我对他的这个模式啊提出个质疑。那总体上他就是个网红企业，对吧？我认为啊，他对职工好，对吧？给职工保障，给职工高薪，对吧？他给当地啊创造就业，带来这个税收，他给供应商提供机会，他给消费者，对吧？信心和服务，这些我都是认可的。我从来没有说这个庞东来卖假货，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庞东来以次充好，对吧？我认为这是他的特色，我只是质疑他这种发展模式。他本质上就是一个网红企业，就是要搞流量，通过流量他吸引全国的流量，然后通过他那个线下的几个店来变现。当然人家变现他有变现的这个基本的条件，他提供服务，对吧？他提供品质，他提供食品安全，这种模式决定了他走不出河南，因为总体流量就那么多，对吧？你到处开店，你只会增加成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人民日报说的是叫网红企业，我记得央视还有很多媒体报道过啊，因为这个数字我不会刻意去记它，我有印象。也就是说，这个庞东来85%的人是外地游客。作为一个商超啊，就很多这个搞这个零售专业的人呢，他们都不愿意出来说话。我不知道哪个零售企业是靠游客支撑的，你是商超啊，但是你说我是高端奢侈品商店，对吧？全国就1、2家，全国明星有钱人想买那个奢侈品，你只能去那个叫什么北京的这 SKP， 或者是上海的什么地方，或者是杭州的什么万象城什么的，反正就那么几家，你就得坐着飞机，对吧？打着高铁去。你一个商超，你靠全国消费者这么支持吗？就打着飞的，对吧？坐着高铁去，对吧？我记得啊，人民日报还有那个央视都报道过，而且它标题就是5A 景区，说的就是庞东来。就这些反常行为，就是这个作为零售专家，对吧？作为零售行业的这些人，他没人质疑吗？这种模式能长久吗？他这模式长久不了啊！随着这个什么奥乐奇吧，什么开市客、山姆全国扩张、攻城略地，随着本土的零售企业这些商超后来居上，对吧？人家也在赶呢。你这个网红企业啊，你的流量就会逐步的萎缩，因为对消费者来说根本就不需要坐着飞机啊，打着高铁去外地去买个什么东西，人家就在自己的城市坐着地铁去就实现。为什么对这种质疑他就扬言要起诉呢？人家说他搞流量，他马上就起诉人家。这回是不是要起诉一下人民日报，起诉一下新闻晨报呢？对吧？人家说他是网红企业，网红企业不就是流量吗？哪个网红企业没有流量能叫网红企业吗？成都、西安、杭州还叫网红城市呢？那是不是要起诉一下这个人民日报、新闻晨报？或者是不是邀请人民日报去调研呢？说你卖假货啊，没有证据啊，说你偷税漏税，说你卖假货，那这个涉嫌这个诋毁，那质疑你的发展模式，这也叫诋毁吗？质疑你的什么爆改，这也叫诋毁吗？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人民日报相当于给这个超市定性了网红企业，这个也验证了我的这个观点。没有一个超市天天上热搜啊，那些捧杀这个超市的人，难道就不去想一想吗？为什么一个超市天天上热搜啊？放个屁都能上热搜啊？这么看的话，你这个超市的核心竞争力是上热搜，是搞流量，那这个别人学得了吗？别人学不了这个，你给人改有什么用呢？然后质疑这个就要被告是吗？我的节目关于这个超市的恐怕也只有几个这几个节目里面，下面的点击量就是把它看完的恐怕不超过1000个，只有几百个，因为抖音是按次收费，你要看那个节目要交1块钱，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博主，居然被他盯上了，这个我在想是不是心虚然后他连续几天他都把我给带出来，先是说要起诉，后面又说要邀请去参观，就是
就是真的是你不自信到这种程度了吗？就对一个只有几百人看的一个 UP 主这么高度关注，如临大敌呀，是不是说对了呢？另外一个看过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说的都是一些报道，对吧？像比如人民日报、新闻晨报都是媒体报道，当然了，我也不能保证啊，是有一些自媒体报道的，我只是在这个技术上进行合理的质疑评论，我是对现象，对吧，进行评论。你比如说啊，你打开热搜，你怎么发现天天都有这个企业在热搜上挂着，然后你翻开看一看也没什么东西，都是一些自吹自擂的，那你质疑不是很合理吗？作为一个自媒体啊，你只要上热搜，我就会关注，对吧？你上了热搜，你占用了公共资源了，我关注那是天经地义，我关注了，我就会合理质疑。你不上热搜，我自然关注不到，我也不会去看你。最后我再说一下啊，作为这个喉舌啊，人民日报说这个捧杀和棒杀虽然比较客观啊，比较理性，比较公正，但是啊，我觉得作为喉舌啊，还要更进一步的去挖掘一下，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超市，这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就是一个超市啊，对吧？能掀起这么大的这个波浪，掀起这么大的舆论，这么多人关注它，那背后深层次原因呢，对吧？从这个网红超市表现来看，无非就是两个，直击两个痛点，一个就是食品安全、诚信，对吧？这个就反映当下啊，这个老百姓对咱们的食品安全非常不满意，对吧？对这种商业诚信啊，对吧？买的这个以次充好的，买的这个伪劣产品，对吧？这种担忧。第二个就是劳资关系，作为牛马，作为996，作为劳动者，很多人权益得不到保障，正因为有两个痛点，什么时候啊，对吧？人民日报呼吁要监督，把这两个痛点解决掉，但它不是痛点的时候，某些这个网红超市啊，它就自然走下神坛。正因为有这个痛点在，所以才给这个装神弄鬼啊提供了土壤，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要杜绝这个现象，要釜底抽薪，就是一起怎么样把这个食品安全把它解决掉，怎么样把这个以次充好的把这个商业诚信呢给它解决掉，怎么样保障这些打工人的权益，对吧？让打工人的这收入啊越来越合理，企业和打工人之间的收入啊利润怎么平衡？如果你作为政府，对吧？作为喉舌，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消费者这些打工人他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叫魑魅魍魉，对吧？如果这些基本的问题你不解决，那民众啊他就要本能的就要去造神，他希望有个神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有人呢正好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自称神。你指着这个网红超市解决问题吗？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吗？显然不现实。当然了，最后啊，我也要告诫一下，留给网红超市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啊，无论是这些什么山姆啊、奥乐奇啊、开市客，还是本土的这些商超企业啊，都在进行扩张、提升。尤其是本土啊商超，这是叫知耻而后勇啊，他们肯定会学习这些先进的，对吧？这个山姆啊，这些个什么奥乐奇啊这种模式。最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山姆好像开了60多家了，怎么没有人去质疑山姆呢？百思不得其解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